喂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期待。即是咱来吟唱伫早起时，咱伫礼拜中要做伙吟唱的2条诗歌，圣诗第6首。咱若看词是出对用心新诗，就知影这是1908年伫。这其实毋是伫台湾出版的哦，这伫厦门中国的厦门来出版的。真古早对古早华人地带所流传的诗歌内底所出来。不过咱若看到这个做曲的，其实这个曲是后来出对陆伊德无师采集平埔族的曲调，所以听起来是真平埔族台湾味的曲调，咱来听看卖啊吼，来。所以平埔族有一个真特别的迄个坎吼，迄个坎的迄个味吼，咱做伙来吟第一节，来做伙来预备来。上帝创造天甲地，四界万里大海，风的结果有结果，只是天好也无散。来，一诗吼，一诗吼，来，咱来读第2节的歌词，做伙来读哦。来，日头出现光满天，日落月出照暗暝，日月星辰拢显明，上帝主宰大权能。来，做伙来吟第2节的歌词吼，来，预备，来。日头出现光满天，日落月出照暗暝，日月星辰拢显明，上帝主宰大权能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透过这诗歌，学了伫咱所徛起的土地顶头，过去的人所吟唱的诗歌，做伙来献开圣诗第566首。咱做伙来听琴大一遍的详时，咱也做伙来读第1节的歌词吼。咱来听琴大一遍来。出日落雨是主所定，2项拢是花木欠用，花木项忧闷欢喜拢有利益，养持灵魂，坚固信德，人生幸福变化无定，天父愿意，旨意得成。咱咧吟的时爱知影，这条安尼就是祈祷的歌，因为对象就是想事一切出日落雨的主所吟。咱做伙来吟第1节就好，来做伙来吟，预备来。出日落雨是主所定，2项拢是花木欠用，忧闷欢喜拢有
坚固心田，人生好好变化无条，预备我你志必成。愿上帝稳定，甲咱做伙伫地，请陪伴咱的心。这是咱陪伴心来今仔日的礼拜，请走。全地拢着对上帝来出欢喜的声，唱歌学乐伊的名的荣光，用学乐的话来显明伊的荣光。参甲来吟圣诗第6首，圣诗第6首。主上帝创造天甲地。他起立，来吟全首。上帝创造天甲地，是这么美的话，讲了几多又几多，是世情好意。无双，日头出现更我天，日落的出照阿弥，日月星星拢显明，上帝主宰大。水来所有的
上帝做面，天中所归的鸟鸟，上帝福音传到家。以及之水的盼望，无出上帝心意望。上帝照顾世间人，无论本国也外邦。我愿大日的荣耀，行无主体甲依照。上帝恩典讲话尽，切天耶稣救万民。爱的就有真实是，我以感谢是来意。咱犹原徛地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个别，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死，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应。启应文第8篇，伫咧圣诗的后壁1009页。启应文第8篇，显着我来上兄弟姊妹来印。上主是我的牧者，伊予我倒伫青翠的草坡。伊予我新的气力，因为你的名，使我行圣洁的路。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，因为你甲我同在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用油抹我的头壳。你的恩典、慈爱一定甲我一世人做伴。我要永远踮伫上主的厝。三甲来祈祷。至圣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日日看顾、时时照顾、保守阮每一个人出入，拢得到你的保护，得到你的保守。主啊，阮也感谢你为阮陪命伫咧十字架顶。用流出宝血，洗净阮一切的罪，求你赦免阮拢总的罪过，帮助阮会当清气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。主啊，阮今仔日聚集伫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来仰望你，看顾，求你来看顾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无论阮是伫咧辛苦病痛，甚至失望、痛苦的时阵。求你的话诚侪，阮头前的骹前的顶路上的光，帮助阮，互阮因为你的话得到安慰，得到帮助，互阮因为你的话会当来得到透放，因为你的话，互阮得到开力，会当行阮人生的路站。
主啊，求你纪念辛苦白疼的兄姐，因虽然无法度到阮三甲地地来一做伙来敬拜你，总是你犹原甲因三甲地地帮助因伫咧白疼的中间，会当时时来倚靠你、仰望你，经历你的恩典甲慈爱，经历你的医治甲投放。主啊，阮也纪念遐个出外当兵，甚至外出伫咧外地咧辛苦拍拼的兄弟姊妹，虽然因无法度到阮三甲地地，你犹原保守因的一家人，因的工课，因的工作。主啊，阮感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今仔日阮将所有的一切拢交托伫你的面前。主啊，你也祝福来到你面前的兄弟姊妹，互因心灵拢会当伫你的家来得到透放，自由敬拜你，互你的圣神来做工伫咧阮的中间，互阮的心你来天开，互你的话会当进入阮的话语内底。求你祝福牧师，今仔日伊所要讲的道理，主啊，你将通过牧师的话，伊的讲道来帮助阮，互阮知影你所创造一切的美好。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。这是咱来三甲来读圣经。圣经记载伫咧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5节。创世纪第2章18节到25节。主上帝讲，迄个人家己一个大无好，毋好，我要甲伊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。主上帝用土做野地逐款的走兽，以及空中逐款的飞鸟。主上帝甲遐个动物带来迄个人的面前，互伊甲因号名。迄个人甲逐款动物号的名，就真做迄个动物的名。迄个人就甲所有的精星、空中的飞鸟，甲野地一切的走兽号名。毋过找无一个通做伊的帮助的来匹配伊。主上帝互迄个人困冬眠，伊就困。主上帝对迄个人摕一支肋骨，搁互迄位的肉合起来。主上帝就用迄支肋骨做一个查某人，带伊来到迄个人遐。迄个人讲：“即个才是我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通称伊做查某人，因为伊是对查某人摕出的。安尼，人要离开伊的父母，甲伊的某结连，两个人成做一体。翁某两人赤身裸体，无感觉见笑。”这是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来赞美，请圣歌队，因要赞美的诗歌是主是平安。
这时咱来请牧师来证道，预备证道的题目是帮赞者。大家平安，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。我相信大家昨昏真侪人若出门会发现，伫路边都有真侪人咧摆桌，咧开始准备，准备要拜。实际上过来即礼拜，刷来即礼拜，咱边仔即个大庙要做闹热，所以遮附近的真吵。那住伫遮附近的人爱真细致即个交通。过去的人伫7月份会烦恼，台湾人特别台湾人会烦恼出意外，所以透过遮个求讨，其实要求讨的其实只是一个平安。总是真做基督徒的咱知，其实上好的平安，无的确是出对遮个拜。上好的平安，有可能就出对伫咱的生命内底，这位上帝所予咱的。所以虽然咱的生命内底有时阵会经过起落，有时阵会感觉真艰苦，总是有当时当咱开始愿意去祝福别人的时阵，检采上帝平安就伫咱中间。所以这是我要邀请你，你边仔的人真心讲平安，然后愿上帝平安也甲咱做伙伫地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赏赐，互阮真正有上帝你赏赐的平安，甲阮做伙伫地，互阮无惊，因为阮知虽然即世间有凶恶，总是上帝。当你甲阮做伙伫地时，阮知，阮就得到上大的帮助，求上帝帮助阮，真正得到生命中困境、顺境中的平安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上帝将人放伫伊的园，爱人伫这个神圣的所在，找到家己的呼召，正做、清气，维护伊的园。这就代表咱这个有上帝形象的人，有伊所属迄个创造力，会当不断创新，互咱的生活更较轻省，互咱的沟通更较利便。总是假使咱若想要互咱所伫地所在，诚做爱殿，就是上帝的地，迄就是爱互咱受呼召所做一切。爱知影一项代志，毋是显出咱偌高偌厉害，是明白上帝透过咱参与伊创造的工程，一切拢是伊的荣耀。假使咱若有种眼光，这就会那亲像上帝创造中上尾讲真好，这就是上帝所创造的。总是伫伊一切创造内底，上帝上关心的是人。因为创世纪第2章18节一开始就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主上帝讲，迄个人家己一个大毋好，我要甲伊做一个帮助者来匹配伊。这是咱伫圣经内底读遮久，然后第一遍读到上帝讲毋好的代志，对无？因为安尼读落来拢好，对无？创造了，上帝用话语创造一切，拢讲好。那安尼，咱就爱好好来探讨什么话叫做好？好是什么话？好有可能是表示迄个被造物发挥出上帝创造的功能。所以，当上帝讲人家己一个毋好，那安尼就表示，假使人若家己一个，就无法度发挥完整的功能。当然，一定有好人家己一个有迄个
本来的有的功能，总是也无法度完成，也是发挥出完整的功能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其实一开始就咧对咱讲，人爱有团契。所以，咱爱找伫这个世间，爱找到咱的团契，然后咱的生命上基本的团契的成员，就是咱的家、咱的厝。迄边来原文比较较好的翻译是讲，上帝要找一个帮赞者，做伊的匹配，听有意思吼？上帝要找一个帮赞者来做伊的匹配。过去人时常会误会，掠做帮赞者，敢若较无要紧。总是伫旧约内底，每一遍出现帮赞者之字，拢咧形容上帝。每一遍哦，差不多每一遍拢咧形容上帝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虽然上帝后来才做负责人，总是伊毋是无要紧，因为圣经甚至用形容上帝的迄个形容词来形容负责人咧。这就表示负责人的尊贵甲要紧。总是伫遮其实有两个条件。第一个条件叫做帮赞者，对无？帮赞一个人。第二个条件叫做啥物货？匹配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要找这个爱有符合这两个条件，叫做帮赞，然后匹配叫做符合资格啦，爱有合资格。所以原文其实匹配有伫伊头前，也是伫伊顶头的意思哦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负责人完全无比查甫人较歹、较低，甚至有的人掠做负责人，就是无路用，千万毋通安尼想。因为过去台湾的厝内底迄个负责人是生，都有的人一直爱生到有查甫的为止，咱知影有这样代志。所以我听过有一家全部拢生查某囡仔，生9个，然后咧去外口生一个查甫的，甲别人生，安尼这9个当无价值。所以这叫啥？跟若过去台湾也是伫汉人的文化内底，跟若查某囡仔，跟若较无要紧的款，较无重要的款，总是千万毋通安尼想。圣经也安尼想，圣经完全无这种想法。所以伫圣经内底一开始经文就咧对咱讲这样代志。完全无比查甫人较歹、较低，而是亲像伊共款，也是甲伊倒柄的人。这咱会当亲自来讲。我真爱198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艾利伊所讲的，伊讲校外负责人借着反对反抗来协助阿东。咱爱知影，有当时啊吼，迄个查甫的讲话，你敢知影会甲伊抢话是啥物人？然后咧，丰富彼此的生活，互人发现家己的情欲、家己的英雄的心，以及悔恨悲伤。帮赞者解除孤单，人遐会无法度理解，甚至是暗情的迄面，借着彼此的相伴引带出来。无帮赞者，人只是人类，无人性，
我真爱这个讲法。创世纪第2章第19节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主上帝用土做野地逐款的走兽，以及空中逐款的飞鸟。主上帝甲遐个动物带来迄个人的面前，互伊甲因号名。迄个人甲逐款动物号名，就称做迄个动物的名。这其实只有对咱讲2项代志。第一项，受造物有同款的本质，叫做土。人敢是土？是嘛吼？这个受造物嘛是土吼，同款的本质。第二项，这咧对咱讲一项代志。上帝无排除走兽、动物甲飞鸟，称做人的帮衬者，无排除哦。那伊有排除就袂做者的，对无？无排除。创世纪第2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个人就甲所有的精星、空中的飞鸟，甲野地一切的走兽号名，毋过找无一个通做伊的帮衬者来匹配伊。所以咱知影，这样有2个条件拢符合。第一个条件叫做帮衬者，第二个条件叫做匹配。传统的款式掠做人咧这个画面咧号名的时阵有管辖权，总是其实咱爱知影号名的意思。号名只是表示咱对彼此关系的想法甲期待。咱号一个名，咱也号一个名，就表示咱甲伊有关系。听有意思吼？咱号一个名，只是表示咱甲伊有关系尔。然后咱有一个期待，咱对伊有一个期待。号名其实只是安尼尔，所以毋通掠做，这就表示我对伊有完全的主宰权，毋是安尼哦。号名毋是安尼，所以就亲像我的名叫做富人。迄个细汉的时阵，人拢叫我富人，意思就是讲，哦，阮爸爸想讲要做好野人。总是事实上是我出世伫贵人，台南的贵人，我出世伫遐，所以伊是号迄个人之字，吼。当然富嘛，毋茫讲我有迄个仁爱的意思吼。所以咱每一个人的名，其实包括咱号家己的名，其实我拢认为有特别的意思。咱也为家己号名，表示咱甲迄个生命中的家己建立关系。咱也互咱的父母号名，就表示咱的父母甲咱的关系。总是迄是关系甲期待，到尾当会安尼，无的确，只有上帝才会成就。然后不过人为着这个画面来号名，也反映出人伫观察、思考甲想象顶头，甲其他的画面无共款，甚至更较超越的所在。听有意思吼？人有更较超越的所在，迄个超越的所在，就伫这个号名的过程内底，就表达出来。所以真明显，伫号名的过程内底，咱爱知人嘛开始咧想，到底倒一个受造物会当成做我的帮衬者，对无？伫号名的时阵嘛，常时安尼想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号名这项代志，其实是爱咱学用上帝的眼光来看这所有的一切。换一句话来讲是安尼，所以常时对人为这个画面来号名的过程，就是咱爱学习甲这个上帝所创造的画面建立关系。虽然因无法度甲人来匹配，总是因会当成做人的帮衬者。
所以神学家阿奎诺这位出名的12世纪的神学家，安尼讲，伊讲万美的特殊是无完美的，应该供给予完美的来使用。这就叫做传统的基督教观点。这个观点是讲人是上帝看做的好，所以人是完美。所以其他的完美叫做无完美，无够完美，所以应该予人来使用。总是这种人是完美中心的想法，到近代，最神学家就开始讲：圣经也毋是安尼讲啊，圣经并无安尼讲哦，圣经是安怎讲的？咱搁转来圣经来想看卖啊，圣经是安尼讲的，诗人是安尼讲的。诗篇145篇第9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主疼惜万物，伊的怜悯普及伊所做一切。这表示上帝袂捌将人以外的受造物弃杀伫伊的计划以外。伫上帝眼中所有的受造物拢有价值，上帝的怜悯嘛到伫因的身上。主耶稣嘛安尼讲，《路加福音》12章第6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五只七鸟啊，兼毋是卖2角银尔定，上帝连一只都无买袂记得。人，咱爱知影2角银，这叫做人看做上无价值的。总是，这是人的眼光，上帝眼光毋是安尼呢。上帝眼光是咧对咱讲，伊所创造的，伊就无可能放袂记进。所以这也是近代慢慢咧发展，神学家咧发展动物神学的原因。人到有较高。有可能好一点点啊，结出一点点啊，但是嘛同款，本质甲所有的画面拢同款。创世纪第2章21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真出名的经节，做伙来读吼来。主上帝互迄个人困当眠，伊就困。主上帝对迄个人摕一支肋骨。搁互迄位的肉合起来，这个翻译做肋骨的这字原文，咱也注意读到旧约圣经其他的所在，拢毋是咧指身躯顶头的部位，完全毋是啊。通常是咧指一个建筑物，也是厝的一边，就是迄个条啊。不只是条啊吼，就是咧支撑规间厝的一边。所以近代这是古早的翻译会翻译做安尼，所以这是足古早的翻译。大概对15世纪以来，对英文开始，这个翻译拢是安尼。总是当近代神学家搁转去找这字的原文的时阵，因参照照当时是本来。原文差不多同时期的叫做阿甲文的解说，找到这字的时，是讲这应该毋是只有指一支肋骨、一支骨头尔，毋是哦吼，是咧指连肉拢有的骨架，听有意思吼。所以上简单是加上阿当说来讲，这是我骨内的骨。肉内肉，就咧证明这点。了解意思吼？这毋是一支骨尔吼，咱拢掠做，因为读这个翻译会掠做，搁那一支骨安尼摕出来，上帝搁那变魔术的吼，啊人困去对吧吼？困去了啊，然后对伊遐吼摕一支骨出来，总是慢慢现代神学家咧找的时阵，会当找到这幅图。因为后壁阿东嘛讲，这叫做看到伊讲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。所以咱会当找到这幅图，就是上帝对阿东的
一边提出一寡骨甲肉来做出妇人人。学者甚至认为，上帝是将亚当分做一半，将其中的一半做成做妇人人。所以，当咱称咱的伴侣叫做另外一半，界性嘛符合圣经的讲法。界性嘛符合圣经的讲法。创世纪第2章22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主上帝就用迄支肋骨做一个查某人，带伊来到迄个人遐。上主对人身躯顶头提出骨甲肉，用火做基础做妇人人，带来到亚当的面前，就完成上帝所对亚当所承诺的，就是伊答应伊讲要帮伊找到帮衬者。甲伊适配的帮衬者，原文其实适配这字其实有倒变，也是相对的意思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妇人人被造的时阵有上帝的形象，总是妇人人相对无同，相对伫查甫人甲查甫人做伙坐做伙起来。彼此互补，所以人家己一个唔好，这个唔好，因为妇人人来出现就真做好，是安尼哦吼。这就是另外一半要紧的意义，咱拢需要有甲咱适配的帮衬者来互咱完整。出名的古约学者叫做华尔顿。伊认为，夫妇中间虽然无血缘的关系，却有肉体的连结，所以产生的关系完全对无同款的基础来，甚至比血缘的关系更较深、更较重。16世纪的解说学者亨利马太牧师，伊捌用迄个。犹太人米大士的这款的精神来诠释这段经文，伊安尼写，伊讲夏娃毋是用亚当的头骨所做，所以袂控制伊；伊毋是用骹骨所做，所以袂互人踏伫骹下；是用伊的肋骨所做，所以应该甲伊平等，伫伊的手骨下面受伊保护。挽滚伊的心，诚做伊所疼。谭木华这位出名的神学家，伊滚声笑讲，因为希伯来文的查甫人叫做ish，妇人人叫做isha，所以伊滚声笑讲，连上帝看到妇人人，拢讲啊。就是ish加啊，叫做妇人人啦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当上帝看到妇人人的时阵，嘛讲啊，用俄勒安尼讲。所以这位甲查甫人做伙坐，做伙起来，连上帝伫创造后拢俄勒讲的帮衬者，才会当甲这位上帝所创造的人。适配。创世纪第2章2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迄个人讲，这个才是我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，通称伊做查某人，因为伊是对查甫人体出来。这其实毋是咧描述亚当为夏娃来号名，是亚当看到夏娃的时阵来认出伊甲家己真相像。当伊认出来了，就开始吟唱，因为原文是诗歌，这是一条歌，原文其实是诗歌。然后亚当是用骨内的骨，肉内的肉。这叫做希伯来文上高级的表达。
换一句话来讲，连亚当看到妇人，拢讲伊是比家己更较好的受造物。亚当用安尼来形容两人迄个真相像，佮无啥共款的关系。所以上帝授权予亚当，予伊为逐款的活物号名，总是这是亚当认出，伊是属我，亲像我，佫是我生命中上好迄部分的迄位。所以是亚当认出来，这叫做一见钟情。听有意思吼？咱一见钟情就亲像安尼啦，去互雷拍着。当人认出是伊，这是伊，是我的帮助者了后，人就要开始采取行动。创世纪第2章24节是刷落来安尼讲的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安尼，人要离开伊的父母，甲伊的某结连，两人成做一体。这其实咧对咱讲，上帝囝儿基督徒的性，也就是亲密关系内底4个真要紧的元素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毋是去互清拍着尔吼。4个元素叫做离开、结连、成做一体，以及25节的坦白。25节其实咧讲人彼此中间的关系爱真实、坦白。离开父母，其实就是人爱伫心理甲生理顶头大汉成熟。无搁做妈宝，也是靠霸主，两项嘛吼，妈宝靠霸这无叫做断绝关系，是指人爱独立自主，为家己的选择甲行为负责任。结合这字原文叫做真言紧密结合。传统的解说是指这叫做性，总是伫旧约内底，这字显出来时阵，写伫别个所在叫做连做伙、安军队以及毋甘。路德记伫遐出现这字的时阵是讲毋甘，迄个新妇毋甘打家，所以原文。搁较进一步，有可能咧指，这是一种违心、羞辱的痛。所以大声，这实施违心，就亲像咱伫婚礼顶头，牧师会主持婚礼，然后誓约。誓约的时，拢会讲到，不管好雅送香，不管伊少年年老，我愿意违心互你。咱的生活爱连做伙，迄个连生活爱连做伙。第二是守约，知影人甲人的结合是一种呼召，爱有上帝恩典才有法度。上尾叫做尊重甲听，就亲像咱因为捌上帝来敬畏伊，来甲伊结合共款。咱也会当伫人甲人搁较捌的结合中认捌彼此，因为安尼，咱会伫这个关系内底，真正认捌着家己，以及真正认捌着真正的疼。真正的疼会互咱互相尊重，甚至尊敬。相时，咱若知影真正的疼，就会互这个关系内底，伫这个关系内底得到自由、舒适、加接纳，这叫做真正的疼。所以真正的疼，才会成做一体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基督徒，也是上帝子民对性所保持的基本态度加信念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伫亲密的关系内底。咱毋是
只有强调叫做一见钟情，迄个罗曼蒂克的疼，毋是只有彼此认出，嘿，你甲我真相像，是我属我的一部分尔。这内底佫包含着彼此独立、自主、委身、受约、尊重、甲接纳，才会就成就上帝所予咱每一个人听的呼召。创世纪第2章25节，刷落去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翁某两人赤身裸体，无感觉见笑。真侪圣经学者注意到赤身裸体的原文，甲3章第1节所出现的鬼节的蛇，迄鬼节，迄字其实甲25节的赤身裸体的读音真三军，读起来真三军。鬼节吼，和合本翻译做狡猾。所以咱伫后礼拜读到这字，后礼拜咱开始读第3章的时阵会读到这字。所以鬼节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原文读音的三军表示啥物货？伫遮所表达的现象，甲第3章是相对的。嘛，刷落去咧讲，刷落去要讲的故事。人是啥物时阵赤身裸体咧？其实上侪时阵，除了洗身躯以外，通常洗身躯会赤身裸体对吧？上侪时阵是做囡仔咧。咱想看觅啊，是毋是上侪时阵是做囡仔？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圣经咧对咱讲，当时两人赤身裸体，就表示因真天真，跟那囡仔共款。这也表达一项代志，那囡仔就会真真实讲出来。就亲像大家拢讲，迄个王无穿衫，拢知影迄个王无穿衫，总是啥物人讲出来？囡仔，就囡仔他会一个王无穿衫，徛伫遐。那换一句话来讲，囡仔有时阵的眼光上直接，也上真实。所以这也表示当时两人是专人来体开无罪恶感，无需要温从。这个时阵，因甲上帝的关系也是安尼。所以，就亲像雅各歌书咧描述新郎甲新娘的欢喜，就是箴言第5章18、19、19节对性有正面的看法。出名的神学家巴特嘛安尼认为，性是上帝创造中上美好的部分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上帝百姓基督徒无需要过头来宣扬性，总是爱亲像亚当同款，无需要感觉见笑。咱有这个需要是正常的，是上帝创造的好。咱无需要感觉见笑。相对蛇是安怎讲？伊高洁，也是诡计、狡猾，是因为伊讲白贼。咱来知影真侪原因，互人讲白贼。我认为上要紧的原因是对温从伫人内心的欲望。这当然，咱后礼拜会讲较侪，所以咱也会使欢迎咱后礼拜做伙继续听。伫《科学怪人》这本小说顶头安尼讲，弗兰克斯坦博士做一个科学怪人，总是伫这个小说内底，这个有发生一个悲剧，就是这个怪人要求博士讲：你一定要为我创造一个女人、妇人，我才通甲伊交流感情，这是我活落来
上需要的，只有你才做会到。我要求你将伊做出来，这是我的权益，你袂使拒绝或是提示。所以，连科学怪人拢需要一位帮助者，何况咱？亲爱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咱活伫一个性开放、性自由的时代。当咱要找另外一半的时阵，通常会参考这个社会或是媒体互咱的样相。所以商业广告、电影、电视媒体所呈现，拢暗示甲明示咧对咱讲：啊，你爱亲像金城武共款迄个男子气概。今仔这句话吼，这古早应该差不多15当前啊，20当前。然后爱亲像林志玲迄款女性的气质。即摆嘛换吼，我知影即摆拢换。这就表示会举这个例，就表示我是老人啦吼。咱俩做安尼，身材爱安尼。面无爱安尼，掠做安尼才会当真正吸引人，吸引人换君，互咱找到另外一半。总是其实这毋是圣经的标准，上帝的话咧对咱讲，咱爱相信伊，所以就是咱困去，伊嘛会当帮咱找到。换一句话来讲，爱相信伊，伊嘛会当帮咱找到。所以，当咱找到，就爱展开行动，互家己大汉成熟，愿意委身受辱，然后找到上帝对咱每一个人迄个听的呼召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其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有可能咱过去找到。现在无去，有可能咱一世人无得确找到这款真特别的、甲咱适配的帮助者。总是咱拢需要明白，对头到尾帮助咱的是上帝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咱拢需要学诗人迄款的祈祷。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。诗人是安尼祈祷，做伙用诗人的祈祷来做咱上尾的祈祷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。来，我夜头看山，我的帮助对叨位来？我的帮助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上帝要帮助咱，伊是咱永远的帮助者。做伙来祈祷。主愿上帝，你帮助阮，因为阮知你就是阮的帮助者。伫阮生命的过程内底，阮有家己一个的时阵，阮要你所想事，有可能阮要你所想事的帮助者的时阵，求上帝帮助阮，互阮伫无共款的时期，拢体会到。拢知影，只有你对头到尾是阮的帮助者，你要甲阮做伙伫地，你的应允，你的平安，要甲阮做伙伫地。求上帝保守扶持带领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求主将你的话。刻定伫我心。三甲来念圣诗，圣诗第566首，圣诗第566首。
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春日落雨是主所听，两项拢是为我欠耶，有阮欢喜，拢有你耶，有七点魂，坚固心田。人生好好，变化无定，天白愿你一日正，有孝的行，唔通秘密，收起来呀，所听父亲。天白予我见为的心，遐你经历心里那情，将来健康虽然无定，天白愿你日正，生命我知是你所赐，不论何歹，无险境有，死的阴影也我的心，天公唔忘。我心无疑，愿我也是掌我命行，疲惫我你一强。啊，这请坐，即时来奉献，请林副雄执事甲郑家忠执事。至圣的天父，阮感谢你保守看顾，阮有健康的身体，感谢你保守阮无欠缺的生活，
即时阮奉献淡薄金钱，为主献工所用，求主感纳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求，阿门。即时咱来三甲来读今仔日的金句。今仔日的金句是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。我要向山，我要举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倒位来？我的帮赞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咱来读2解，请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倒位来？我的帮赞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。我举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倒位来？我的帮赞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。诗篇121篇第1节到第2节。即时我来报告，咱来掀开咱的周报的第1页，周间以及后周的所有的事项，请咱家己看。第2页内底的奉献，以及周间的小组的聚会，请咱家己来参与。若是有订单，咱来找伫周的中集来更正。即时咱来看消息报告第3页，咱的周报第3页消息报告。今仔日主日伫中昼财务部的部会，中昼12点半要伫咧701室来召开，请部员出席。下周有个合济的团契就任式，要伫咧第1场的礼拜来举行。有主日学的校长陈柏言，学青的会长林月，少客的会长吴家恩。9月份10月的中集长老是陈建章长老，祭司是尹丽芳、黄约瑟。团导部部会第2届圣诞节的筹备会，要伫咧后周的中昼12点半伫咧701室召开，请部员以及各团契首长来出席参会。教会的消息：2023年桃园教会小组野外礼拜，要伫咧9月17以及或者是9月24号这2天来举行。咱大家会当择一日来举办。教会要照常有礼拜吼，所有的流程吼，请咱家己来参与。教界的消息：新德中会双年事工部2023年中阳敬老感恩礼拜，以及表扬90岁长者结婚60周年庆祝大会活动，地点伫咧幸福路时尚美食馆，伫咧桃园杨梅区。那所有的地点以及时间地点报名的所有请咱家己参与。其他消息：桃园合作社李干事会伫咧9月初3第2场的礼拜结束了后，要伫咧701室召开，请李干事来出席参加。那祈祷的部分，请咱嘛家己参与。请牧师来补充。我来补充几项代志吼。头一项我来介绍，我伫学校内底，我伫新南医读新南医内底已经受伊照顾。梅花姐伫咱中间，然后请伊徛起来好无？咱拍婆甲伊的查某囝对无？请坐，请坐吼。虽然无写吼，因为梅花姐是拢住伫台南。过去我伫读新南医的时阵，伊伫总务吼，教务处吼，所以拢互伊照顾吼。逐间拢把我叫去骂，你睇这个无够，迄个无够吼。所以迄个时阵印象真深。
伊的查某囝甲囝婿，即摆目前伫即个住伫桃园的后站，所以后来伊知影我伫遮牧会，就讲恁爱来桃园教会啊吼，所以因对大概几个月前吼，就已经稳重伫咱的教会内底默默咧活动啦吼。因为真侪时间，因为两个细汉囝拢伫主日学，所以真侪时间拢伫教老吼，拢伫教老。所以愿上帝帮助夫妻，互因真是满有上帝特别的祝福的家庭，来到遮也受到上帝囝儿的所享受的平安，就甲因做伙伫地啦吼。所以我伫遮特别介绍。第二项介绍是要甲大家即个余安伫咱对2月份开始伫咱教会建设，以及这2个月伫咱的教会实习诶，陈学生陈余安吼，伊到今仔日吼，就是到今仔日为止学校规定是伊爱至少有2间教会以上的实习，上时我其实有甲伊参详啦吼，总是伊感觉讲应该是学校有来讲另外一间教会更较需要，我讲好，迄个牧者的呼召，也是传教者的呼召，传福音的呼召，就是更较需要的所在。所以咱爱感谢伊伫咱这2个月伫咱中间的实习，对建设到实习，虽然咱大家可无啥无得较真熟悉伊啦吼，总是伊点点就伫逐款的团契内底来参与。所以咱来拍鼓来多谢甲欢迎伊刷落来所做的活动吼。咱求上帝特别扶持甲余安做伙伫地，咱爱真荣幸会当成做培养传教者、优秀传教者的一个团体，咱嘛爱为着伊祝福，愿意伫刷落来要成做传教者的这条路顶头。上帝的赏赐祝福就甲伊做伙伫地。余安本身嘛是南崁教会的青年，所以昨昏蔡先生牧师佫特别走来甲我说多谢啦吼。我讲爱多谢恁培养遮尔优秀的青年吼。愿上帝帮助，互咱的教会一代佫一代，像是新的传教者佫较勇敢的把我们干掉了吼。大概是这样吼，安尼上好吼。愿上帝帮助，真正互上帝为上帝的圣神，真正福音会当遍及到逐款的所在。再来上尾一项要大家补充甲报告，就是请咱大家会记住，伫9月，因为咱毋忘伫9月底进前，咱各团契小组爱改选完毕，特别是团契，所以要请各团契注意，因为咱上尾的2礼拜。是耶和华礼拜，9月份刷落对后礼拜开始就9月份啦，所以上尾2个礼拜是耶和华礼拜，恐惊叫较无人，所以毋忘大家会当至少来使提醒咱大家来当伫9月头2礼拜就改选了对整个的顺序会更较好，所以愿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教会各团契小组。真正满有上帝特别的祝福。刷落去，上时也要进入迄个学期的开始，所以内底的所在，咱有看到有咱爱为着今年毕业的这个学生来祈祷，咱求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因伫毕业刷落来所要行的路有上帝特别的陪伴。上时爱为着这个今年的新生来祈祷。所以咱看到遮吼，名起哩，就是咱爱为因的名祈祷，为因伫遐所受的遮个学习来祈祷，求上帝帮咱扶持，互咱的教会真正哪来哪做少年人，真正有上帝特别的祝福、智慧甲开力，甲因做伙伫地。好，祝福查肯，咱来三甲来吟诗，圣诗第396首。这请起立，咱来吟全首。
阿未山会救主赐福，好愿心中上快乐。爱家人亲爱故作，欢喜军队主脚步，地主脚步，地主脚步，见过狂野主传路，眼光冠冕贵主性命。总愿心志免骄傲，尽力传播百倍修行，世界为主最坚强，最主坚强，最主坚强，无论何去最坚定，教会婚宴。对阮做起，所修炼阮那家天，阮的心是救主帮助，那苦那在阮无限，阮的无限，阮的无限，孤灯充满红世间。张牧师来祝福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听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祝歌。这是电乐。
平安礼，咱三甲来互相请安，上帝听你，愿你的平，愿上帝平安甲你同在。